迎收聽3月30號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你好啊，思敏。Hello， 邱艷你好啊。喂，其實呢，一直以嚟呢 Made in Hong Kong 呢都係一個品質保證嚟噶嘛。咁啊，今日我哋要介紹一個呢，都係揚威國際 Made in Hong Kong 嘅嘢嚟喎。奧運金牌嗰啲就揚威海外咁樣啦，咁而仲有第二啲嘢咩啊？以前就即係工廠出品Made in Hong Kong， 今次呢個呢，就唔係一啲我哋可以摸得到啊，買翻屋企嘅嘢嚟嘅，咁但係都真係好犀利嘅。咁到底係一個乜嘢嘅產品呢？咁我哋就要請今日嘅嘉賓同我哋介紹下啦。咁請嚟嘅呢，就係 CareER 啦，就係一個幫即係殘疾嘅高學歷人士揾工嘅一個機構啊。咁佢哋嘅創辦人呢，就係崔宇恒 Water 啦，咁仲有咧就係佢哋嘅企業培訓與企劃經理啊，李婉恒 Veronica 嘅，歡迎兩位。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咁好啦，不如請你介紹下今次攞咗個咩獎呢？吓 Water。好啊，咁其實咧，今次我哋係響維也納嘅聯合國總部嗰度咧，就攞咗一個 Zero Project Award。其實 Zero 咧，即係咩意思咧？就係即係響聯合國裏面咧，去締造一個即係無障礙嘅世界。咁其實咧，響全世界嘅裏面呢，其實係一路以嚟呢，都係一個人權嘅公約呢，叫做殘疾人權利公約呢，一路呢去推動住全球嘅對於殘疾人士嘅反歧視啦，同埋共融平等嘅。咁其實喺2008年嘅時候呢，香港亦都跟隨咗中國政府啦，亦都成為咗一個簽約嘅一個生效嘅地區。我哋係需要呢去符合翻殘疾人權利公約嘅精神啦，同埋理念喺香港嘅裏面。咁而 Zero Project 呢，亦都正正喺2008年嘅時候開始。咁每年呢，就推動同埋呢去褒獎一啲喺全球裏面呢創新同埋有效同埋呢有能力去推動殘疾人士嘅一個平等嘅一個獎項。咁其實當中呢，其實係有4個項目呢，去不斷喺每年裏面呢去做一個嘅 rotation， 一個嘅交織嘅。咁又包括呢，就係獨立生活啦，有教育、就業同埋無障礙呢4個嘅項目嘅。咁所以呢，我哋喺2021年嘅時候，喺就業嘅時候呢，我哋亦都攞過一次獎項。我亦都好開心，喺2025年嘅4年之後，我哋有第2次攞過呢個獎項。咁 CareER 呢，我相信喺香港嚟講呢係第一間機構啦，亦都喺全球裏面呢都非常之少見嘅一個，即係可以攞咗 double，即係攞咗2次嘅一個機構嚟嘅。係咁啊！今次咧就睇翻啲資料啦，就有全球有522個項目係獲得提名嘅。咁啊 CareER 咧就係喺即係同其他一齊獲獎嘅加埋埋咧就有77個項目嘅。咁不如介紹一下啦，你哋呢個得獎嘅項目啦就叫做 CareER 傷健共融指數啦。究竟係做啲乜嘢嘅咧？個指數係喺度評核緊啲咩？睇緊啲乜嘢嘢嘅咧？其實咧喺成個傷健共融指數裏面啦，其實我都要講翻點解我哋會成立呢個嘅指數啦。咁其實咧點解我哋會成立指數咧？就係因為我哋喺2014年、2015年嘅時候成立之初咧，其實我哋好想去睇重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我哋要為住一班大專學歷嘅殘疾人士去揾到工作。咁我哋嘅諗法就係我自己都係一個殘疾人士啦，咁我好希望我哋嘅師弟師妹可能係可以好努力咁樣去讀書，上到去高等學歷，然後之後能夠學以致用。咁我哋心目中就係我咁樣先會可以令到我哋嘅下一代呢有個夢想。咦，我能夠努力讀書，爭取自己嘅機會，然後呢出到嚟嘅時候能夠學以致用，去到一啲專業嘅事業發展機會。咁所以我哋成日都係諗住呢兩樣嘢，就係一個提供一啲嘅人才嘅供應啦。咁但係我哋都要有人才嘅需求噶嘛。咁所以我哋一路以嚟呢，都係睇住一啲僱主嘅究竟佢願唔願意聘請嘅程度啦。我哋希望提升佢哋嘅願意聘請嘅程度。咁我哋會有一啲嘅實習嘅計劃啦，一啲短期嘅試工啦。咁而亦都慢慢進展成為即係一啲長遠嘅一啲合作嘅一啲就業同埋工作配對嘅一啲嘅計劃。咁但係另外一方面，除咗佢哋願意聘請之外，究竟一間企業其實佢哋能唔能夠佢哋融合到一個殘疾人士入對工作呢？咁係咩意思呢？就係究竟嗰個工作環境或者佢哋嘅人力資源聘請程序係咪真係能夠無障礙咁樣俾到殘疾人士入到去發揮到自己，然後呢同一條平衡線底下呢，
可以去到競爭呢？咁所以呢，呢個呢，我哋視之為即係一個僱主佢哋準備好一個共融平等嘅一個工作環境嘅程度。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兩邊呢，都一路都花好多功夫喺當中。咁我哋見到其實由香港政府咧，喺2008年去到而家都差唔多係20年左右嘅時間，不斷都提升好多嘅企業嘅意識去聘請殘疾人士。咁但係我哋諗一樣嘢就係，咦？聘請殘疾人士其實唔應該係單單一個嘅社會企業責任上高嘅一個諗法。其實調翻轉，呢個係一個商業命題嚟嘅。如果令到一間公司能夠一個共融嘅工作空間同埋一個環境呢，佢可以留到啱嘅人才啦，留到一啲可能要照顧自己小朋友，佢哋有特殊學習需要、殘疾狀況嘅一啲小朋友嘅家長嘅一啲人才啦，甚至佢哋可以融合到一啲殘疾嘅人才喺裏面，以至到佢哋嘅產品服務都能夠符合到普羅大眾嘅需要，尤其是而家老年化嘅狀況底下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呢，就喺2019年嘅時候、2020年嘅時候，仲用咗2年嘅時間呢，去睇咗超過100份嘅學術文獻，我哋都會睇咗超過10個嘅股票證券嘅上市平台嘅一啲ESG，即係環境啦、社會同埋企業管治嘅一啲嘅發布嘅規例，然後咧得出咗我哋 KAER 傷健共融指數，希望就係用一個比較量化得到嘅方法咧，去協助一啲公司企業去行上去共融嘅路。咁其實當中呢，我哋有8+1，即係總共有9個範疇啦。其實由企業嘅高管睇到佢哋嘅同民間同埋呢公民社會嘅協作啦，即係有冇機會去接觸到殘疾人士啦，同埋去到呢佢哋產品服務嘅共融程度啦，去到佢哋聘請殘疾人士嘅時候，或者聘請嘅程序裏面呢嘅共融性啦，佢哋喺工作環境裏面嘅一啲彈性，甚至係佢哋嘅工作環境裏面嘅硬件，同埋網上高嘅一個網絡平台，究竟係有幾無障礙嘅地方呢？去評核間公司。咁當中嘅獨特性呢，其實我哋希望用一個咁量化嘅方法呢，其實能夠令到一班嘅僱主知道，咦，原來我聘請唔到多元人才，佢哋留唔到喺公司裏面。其實唔係淨係話口講話啊，平等啲啦，我哋多啲意識啦。咦，我哋即刻可以診斷到佢哋知道，咦，其實你哋可能欠缺一啲嘅企業培訓，關於共融平等嘅上高，可能係合理調適，即係例如係原來佢哋嘅人力資源從來都唔會提供一啲可能，如果聽障嘅朋友佢聽唔到電話嘅面試，佢哋可能係用其他嘅方法。其實原來呢啲地方呢，都有好多嘅地方係可以我哋去診斷到佢嘅。不如都等阿 Veronica 都補充下，其實我哋嘅獨特性係仲有啲咩地方？其實我哋見到嘅嘢啊。其中呢個指數呢，對於我嚟講覺得好鼓舞嘅部分呢，就係真係佢切切實實咁樣能夠推動企業去到聘請殘疾人士啦。其實頭先我哋講到指數好包含唔同嘅項目，有前期、中期、前線嘅同事。咁其實呢個指數呢，真係有效咁樣幫助到我哋參與嘅企業，能夠見得到呢傷健共融呢一個議題，其實需要跨部門嘅協作。要真係支持長遠嘅去到共融就業呢，其實就需要企業嘅上下一心去到支持。咁自我哋推動呢個指數以嚟啦，其實我哋見到唔少嘅跨國企業同埋本地綜合企業去到加入。其實當中呢，有唔少嘅企業呢，其實一開始佢哋嘅信心都嚟自不如試下去到分享一啲實習計劃、實習機會先啦。但係當佢哋參與指數1年、2年、3年，其實見到呢，佢哋慢慢嗰一個企業內部嘅環境啦，同埋文化呢，係不斷改進嘅時候呢，其實佢哋呢對於聘請殘疾人士呢，都會更加多有信心。咁當佢哋去到考慮開放職位同埋面試嘅時候呢，佢哋會更加去到積極進取啦，願意去到面試殘疾人士，亦都會更加開放更加多唔同嘅專業嘅職位嘅。其中一個好鼓舞嘅例子呢，我哋真係見證到我哋一啲會員呢，其實係不斷打破我哋嘅就業天花板，一啲嘅就業記錄。咁當中嘅其中一個會員呢，都進入咗投資銀行，去到負責一啲策略同埋交易分析嘅工作啦。亦都有一啲嘅例子呢，佢係去到亦都係一美資銀行嘅，去到做一啲數據分析，做一啲資訊系統嘅統籌。咁亦都係我哋嘅輪椅使用者嘅朋友啦，其實去到一啲大型嘅
招待亦都係一個主題樂園嘅地方嚟做一個人力資源嘅工作。咁呢一啲嘅例子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好鼓舞。咁至於企業嘅環境內部啦，其實佢哋睇完呢一個嘅指數咧，都會發現可以同民間多啲互動，都會咧去到嘗試更加願意使用社企。其實咁樣咧能夠間接咁樣創造更加多嘅就業機會。咁除咗呢一啲內部嘅部分啦，例如佢哋舉個例子喺大型地產商咁樣，佢哋都會考慮埋顧客嘅部分，例如可唔可以去到強化佢哋一啲招待人員嘅共融意識，讓到佢哋可以更加歡迎殘疾人士，例如入內消費入來去到使用服務呢。咁呢一個都係我哋見得到對聘請殘疾人士其實有一個實際推進嘅作用喺裏面嘅。等我用啲數據去講一講。思敏一路喺度舉緊手，我有嘢想問。係啦，咁嗱，講咗咁多呢個傷健共融指數啦，咁其實係咪咧？就唔係話淨係開始聘請嗰時有用，就算係入咗職之後咧，都會一路可以用到呢個指數，以至咧其他範圍嘅人力管理咧都有用，係咪咁樣啊？係啊，其實咧我哋成個指數啦，其實我哋就係好重要一個信息，就係話企業裏面呢要做好一個共融嘅招聘呢，其實唔係淨係人力資源部嘅責任嚟嘅。咁其實咧人力資源部呢係講緊佢可能入職啦、評核啦，跟住入到去真係翻工頭一兩個禮拜，佢哋點樣融合個工作環境裏面啦。咁但係我哋嘅指數呢，亦都會講求究竟係佢哋嘅工作裏面嘅一啲可能商業部門啦。或者係我諗，或者應該咁樣講啦，即係其實你哋嘅指數係睇緊呢好多嘅，即係譬如前期就係頭先講嘅請人啦，你嗰個成個招聘程序裏頭會唔會有啲嘢棘住咗佢，令到佢根本冇辦法得到一個公平嘅面試啦？跟住入到嚟之後，會唔會高層想做，但係前線員工又未係好意識到佢需要啲咩幫助啦？咁前線員工訓練完之後，嗰個環境文化接納到啦，咁但係你接納到一個輪椅人士，會唔會下次你其實想試下一個聽障人士，於是又需要有啲其他嘅協助呢？即係其實係咁樣一步一步咁樣跟進落去啦。係啦，冇錯啦，係啊。係啦，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呢，其實我哋成個嘅工作嘅裏面呢，見到其實我哋同嗰啲企業嘅評核啦，一齊係合作呢，其實已經超過香港嘅總共嘅日勞動人口呢，接近10% 嘅一啲公司噶啦，因為係啲大企業啦，我哋見到咧早期我哋35分滿分嘅裏面有一開頭嘅時候真係17.6分，而家呢，我哋見到呢係去到27.3分，所以我哋見到呢，其實整體個社會對於殘疾人士嚟講呢係趨向共融咗，但係我哋見到呢，有啲好論盡嘅地方呢，仍然係需要大家去關注嘅。例如呢？例如就係呢，好多時候大家仲有個迷思，就係諗住係咪唔夠硬件配套啦，令到殘疾人士入到職位啊？但我哋見到呢，硬件上高呢，其實90% 以上嘅僱主其實已經係做得唔錯，但係佢哋唔知道自己做得唔錯。但係調翻轉呢，係數碼網絡世界上高嘅問題，因為而家好多時候招聘呢係用網上線上形式去招聘啦，用人工智能去評核一啲嘅 CV 啦、履歷表啦，用人工智能去睇佢哋嘅可能預錄嘅一啲求職者嘅 video。影片佢哋個表現係點樣啦？喺呢啲情況底下呢，我哋見到呢，其實係少過30% 嘅公司呢係完全係即係有關注到呢一點。咁甚至呢，其實好少公司呢，其實預先呢係容讓到求職者呢係講一啲合理調適嘅。咁所以呢啲位置呢，其實都仲有好多功夫呢，需要社會意識啦去配合咯。嗱，我哋呢節目開始之前呢，兩位就話：哎呀，我哋好想講下去維也納攞獎嘅時候嘅一啲見聞啊！我驚我哋收唔到聲啊！嗱，而家考你哋啦，我哋得返6分零鐘，請你哋分享去維也納嘅交流見聞啦。短3點啫，我覺得。好啊，真係咁樣你講。我覺得真係其中一個好震撼嘅地方呢，能夠真係將香港頭先講到話 Make in Hong Kong 推向世界。當我哋真係去到維也納嘅會場裏面呢，見得到真係1000位嚟自世界各地有豐富推動殘疾人就業經驗嘅與會者一齊參加嘅時候呢，真係切切實實經歷到原來推動殘疾人權利公約係一件全球嘅事啦。咁當我哋可能香港都仲睇緊，例如會唔會翻工啲公司文件係咪都暢通易達嘅時候，另一方面我哋都見得到呢一啲科技嘅進步。原來講緊呢，最新已經有一啲科技係將一啲手寫字將佢轉變識
譯去到一個60個國家嘅語言呢，能夠將佢變成一個電子文件。咁我見得到，可能當大家考慮一啲硬件啊，能唔能夠融入嘅時候，其實已經有好多科技可以幫到我哋手咁樣咯。咁呢一個對於我嚟講係好震撼嘅，去到參與嘅時候。咁我都可以補充一下呢，就係去到即係聯合國嘅時候呢，都見到其實原來世界上咁多個國家，原來呢大家都係好努力咁樣爭取呢殘疾人士能夠上到一啲嘅比較專業啊、白領啊嘅就業嘅機會，亦都有好多嘅國家地區呢，其實呢，佢哋嘅殘疾人士呢係仲係停留咗喺可能係前線啦，或者係啲好即係要用身體勞力上高嘅非知識型嘅一啲工作嘅裏面。咁我哋見到其實都有好多嘅情況底下，原來呢全球裏面呢都有好多地方係仍然令到殘疾人士有好多嘅即係玻璃天花板嘅情況，即使入到職場嘅裏面能唔能夠晉升呢？能唔能夠慢慢去發揮佢哋嘅領導才能呢？原來大家都仍然係好即係掙扎喺呢啲嘅部分。咁我哋見到其實喺全球裏面亦都講到，其實共融呢個嘅命題呢，其實都真係喺今年係遇到好大嘅挑戰。咁我哋希望呢，其實喺全球裏面係需要好多唔同嘅國與地區啦、國與國之間嘅一啲協作啦、NGO 與 NGO 之間嘅協作啦，或者係跨領域上高，即係商界 NGO 同埋政府之間嘅協作呢，先能夠繼續保持住呢個嘅議題呢，係俾到大家知道共融就業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議題。咁3點嘅喎，頭先話而家講咗2點啫，仲有一點係咩啊？其中仲有一點呢，就係我哋覺得好國際性、好切實去到工作嘅地方呢，就係我哋都見到當地聯合國一個企劃就真係去教一啲當地喺例如烏克蘭嘅朋友咧去做一啲義肢假肢。咁可能佢哋例如非自願獲得經歷到一個殘疾嘅情況啦，但係其實都發現呢個議題其實無論係講緊就業，無論講緊從頭生活，即係好多地方都同我哋真係平日日常生活見到嘅事真係息息相關。咁我都有第二點嘅。咁其實呢，因為我都發現呢，其實喺聯合國嘅裏面呢，其實都需要繼續鼓勵多啲殘疾人士呢出到嚟，可能係不論係佢自己身處嘅城市地區啦，甚至喺啲國際嘅舞台裏面呢，去大聲疾呼為住殘疾人士，因為我哋唔可以等一啲即係其他界別嘅朋友為我哋出聲嘅。但我哋發現呢一樣嘢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係身處呢個社會裏面，其實呢，不論係外界之間嘅對於殘疾人士嘅框架啦、標籤啦，但係我哋發現其實我哋殘疾人士呢都要拎走咗我哋自己對自己嘅標籤，先能夠呢為住自己嘅權益啦，同埋呢一方面呢去大聲疾呼呢。因為我哋喺殘疾人權利公約裏面睇返呢，其實本身呢個係呢個權利呢，其實係本身喺國際間已經賦予俾我哋，但係我哋呢要執行佢嘅時候呢，真係要自己殘疾人士企起嚟咯。但係你所講嘅殘疾人士自己俾自己嘅標籤，有冇一啲實在啲嘅例子呢？例如喺我哋 KER 嘅工作嘅裏面啦，好多時候殘疾人士佢願唔願意企出嚟話俾人聽，我係有殘疾，然後之後我點樣去跨過呢啲殘疾之間喺職場裏面嘅挑戰呢？我哋其實喺 KER 裏面工作嘅時候，我哋做好多工作呢，其實都係會話俾人聽，其實我哋任何嘅工作配對啦，其實都係要好transparent 好透明咁樣話俾人聽呢，我哋係有呢件事。咁其實同樣喺一啲國際舞台裏面，其實好多殘疾人士都可能覺得自己，我細個都要人哋話俾我聽，我都係唔得噶啦。人哋俾個機會我，即係都係一個好好嘅憐憫。但係呢啲信息係咪真實嘅呢？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出對外面嘅時候，我哋見到其實如果我哋勇於去表達自己，原來你係會欣賞。而嗰個障礙呢，係喺我自己心裏面。其實而家係咪都仲係有好多殘疾人士係咁樣諗嘅呢？我覺得係啊，其實我睇到裏面，其實歐洲啊、歐美啊，其實大家都好似我覺得唔夠多殘疾人士企出嚟咯，都係。咁我哋睇翻其實亞洲、歐洲，原來大家都係分享同一個感覺，就係，咦？點解我哋要等人哋去幫手？我都見到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好多時候一個喺聯合國裏面嘅一個分享會，其實可能有4個嘉賓，只係得1個殘疾人士講，有時可能都講得比較上高係怕醜啲啊，各樣嘢。咁但係我自己對自己要求呢，就係我企得喺呢度，我就要大聲疾呼話俾人聽，我哋嘅企業係唔應該再係停留喺意識層噶啦。係要真係要喺行動上嗰去配合，去匯聚一班殘疾人士嘅人才，而我哋真係能夠喺個企業裏面呢去發揮企業同埋社會價值。
係，我諗即係其實阿 Walter 想強調一樣嘢咧，就係即係雖然呢機會人哋俾你嘅機會係好難得，咁但係其實無論你係殘疾人士又好，健全人士又好，當你遇著一個難得嘅機會嘅時候，你要對自己有呢個信心，你其實係同其他人一樣去公平競爭緊呢件事，唔好覺得人哋係憐憫你，所以先俾一個機會你咯。咁呢個係首先自己個心裏頭嗰個藩籬要打得破先咯。係啊，冇錯。所以其實我哋成日都同啲會員啊，我哋求職者都係咁講。你係值得有一份跨國企業嘅面試機會。你諗再去面試先啦，跟住然後你值得入到你嗰間公司嘅。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俾佢嘅信心，但係我哋調翻轉要佢自己信心配合咯。繼續係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嘅時間，咁我哋呢請嚟嘅嘉賓呢，就係 CareER 嘅創辦人 Walter 崔宇恒啦，同埋佢哋嘅企業培訓與企劃經理 Veronica 李婉恒嘅。咁上半節呢，就分享咗佢哋一個攞咗聯合國嘅旗下嘅 Zero Project 一個獎項嘅 CareER 傷健共融指數啦，亦都分享咗佢哋去即係維也納攞獎嘅時候嘅一啲見聞啦。咁而家翻轉頭啦，不如即係Walter 即係請你都回顧一下啦。其實當初點解會創辦 CareER 咧？即係你作為一位視障人士，你又好犀利地即係畢業之後就入咗一間即係國際嘅企業工作嘅，咁咪工作落去咯？點解會突然間諗我要搞樣咁嘅嘢出嚟嘅咧？冇錯，咁其實呢，我一出世嘅時候就已經係個視障人士啦。其實由30%嘅視力呢，其實慢慢真係退化，去到差唔多2020年度啦。其實慢慢呢隻眼睛其實就差唔多係完全失明。咁其實喺呢個成個過程裏面呢，我自己係喺即係慢慢嘅學習嘅成長啦。其實喺2008年至到2011年嘅時候呢，喺大專呢，其實有一個好震撼嘅一個經歷，就係當其時發現，咦，原來喺大專同埋大學嘅環境裏面呢，對於平等啦或者係共融參與嘅一個意識呢，係非常之薄弱嘅。其實喺香港嘅大學嘅裏面呢，即係香港咁多所嘅大學嘅裏面呢，其實喺2014年先開始呢，政府係有一個短期同埋好少嘅資助呢，令到院校呢係能夠確保所有大專在校嘅殘疾人士呢係可以有平等嘅同埋學習嘅機會啦，同埋之後即係遑論一個企業事業嘅發展嘅機會。咁所以其實我嗰陣喺2008年至到2011年嘅時候呢，都吃咗唔少嘅苦頭啊！即係嗰陣時好緊張，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出嚟畢業唔係等於失業呢？咁嗰陣時不論去過德國嘅一個社企裏面實習，咁即係喺法蘭克福啦。咁翻到嚟嘅時候，亦都喺歐資同埋美資銀行裏面嘅工作。我相信可能大家都覺得，喂 Walter 你嘅履歷表咁靚，其實都唔擔心出嚟就業啦咁樣。咁恰相反，即使係一個咁靚嘅履歷表呢，其實出到嚟嘅時候呢，都係好難揾到第一份工。我諗我可能面試咗超過30幾份工作，都係叫你翻屋企等消息，係冇消息嘅。咁嗰陣時就諗起我自己，最後當然有一個好好嘅前輩，將我份履歷表擺咗一間跨國企業裏面，去真係從事到人力資源嘅工作啦。但我環觀四周嗰陣時呢，慢慢多咗好多嘅殘疾人士真係入到大專，但每個人都喺自己嘅戰場裏面呢，奮勇咁樣，好困難咁樣去作戰緊，但係其實都係好多即係碰壁嘅情況。咁所以我嗰陣就喺2014年嘅時候呢，就話點解我哋一班即係畢咗業嘅大專畢業嘅殘疾人士唔可以由即係下而上咁樣做，即係唔好等呢個政策嘅改變啦。咁不如我哋自己做啲嘢啦。咁我就係匯聚翻一班大專學歷嘅殘疾人士，成一個校友會咁嘅角色啦。喺在校緊嘅一啲網絡一啲嘅殘疾人士，咁我成為學生會咁樣咯。咁我哋嗰陣時咧就話咁呢一個呢，對於我哋自己嚟講呢，就係一個朋輩支援網絡。咁我自己識，同埋一班嘅即係一班嘅校友啦、學兄學姐都識一啲嘅人力資源嘅知識。咁我哋就不如投放喺呢度，成為一個唔收錢嘅工作配對平台。咁我哋一班咁樣嘅學生會、校友會啦，咁對於僱主嚟講，咪一個人才嘅寶庫咯。我哋真係話俾公眾聽，我哋有呢一班嘅有志之士，有心有力想貢獻社會嘅一班殘疾嘅畢業生喺度嘅。咁我哋就同佢哋即係聯繫翻一啲嘅企業，咁我哋擺落去嘅職場裏面，我哋就好簡單一句：如果我哋一班大專嘅都唔能夠揾到就業嘅機會，咁我點樣可以說服到我自己嘅可能師弟師妹下一個嘅 generation， 下一個嘅一代，
話到俾大家聽，我努力係會有成果，然後之後呢係可以照顧到自己同照顧到身邊人，咁所以就毅然就即係離開咗商界工作，就成立 CareER 呢個組織咯。咁亦都係去到而家呢，係一個香港嘅喺2014年嘅時候已經係香港註冊嘅慈善機構啦。咁亦都攞咗之前社會服務聯會啦嘅一啲最具成效嘅中小型社會嘅 NGO 非政府資助嘅 NGO 啦。咁所以一度都係咁樣一路為住共融就業努力。你提到話校友呢，其實 Veronica 都係你哋嘅校友之一嚟嘅喎。咁啊，佢係本身係有妥瑞症嘅。咁啊，即係之前都有輕輕同我講過話啊，其實呢，真係喺大學讀緊書嘅時候都覺得啊，自己好似麻麻地好嘅啫喎，唔係太接納到自己。CareER 俾咗你一個好大嘅轉變喎，究竟發生咩事呢？嗰陣時係啊，上一次咧就講到話殘疾人士嘅自我接納啦。咁我其實咧就係大學嘅期間呢認識 CareER 嘅。咁我有呢個妥瑞症，其實對我有咩影響呢？就係我有陣時肌肉啊、聲帶啊、面部表情嘅抽動呢，其實我係因為腦分泌嘅原因呢，我冇辦法自己去到控制。咁當時我經中大啦、大學就認識 CareER 嚟分享。我仲同佢講，佢問我你參唔參與呢個分享會嘅時候呢，我無法接納自己呢，仲同佢講，不如我做義工啦，我幫手影相啊咁樣嘅啫。即係你接納唔到自己，可能喺好多人面前俾人睇到你嘅抽動嚇。係啊，咁但係當我認識 CareER Water 啦，當時一人一狗咧嚟到分享嘅時候呢，其實我自己讀社會學係因為對個社會有熱心啦、關注啦，咁但係我都會疑惑啊，對自己咁樣嘅狀況，其實係咪會唔會將來去一個隱蔽啲嘅，會唔會工程嘅地方做，冇人會發現我同唔一樣呢？咁樣，咁當時嘅 Water 其實就呼籲各位在場嘅同學仔，如果係有興趣嘅，就加入我哋嘅學生會啦。咁我就暗暗舉起咗隻手仔，咁樣就加入咗呢，就成為即係學第一屆嘅學生會啊，初代元祖助人自助咁樣嘅。係。咁我記得咧，最比較深刻其中一個體驗呢，就係我第一次嘅實習呢 CareER 將我配對咗去到一個本地大型嘅電信商啦，去咗一個企業社會投資嘅一個部門度做實習，係我第一次見得到原來我讀書嗰一個主修科原來同我將來可以貢獻嘅部分咧係有相關，唔影響，因為我嘅殘疾咧可以係去到參與。咁當時嘅老闆都好好，佢都知道有需要會問我我可以點樣支持你啊？咁就俾咗一個比較角落嘅位置，讓到我可以專注啦，又唔使擔心影響其他嘅同事咁樣。咁都唔錯喎。咁好似一路都唔係話一路做落去喎。咁收尾又翻 CareER 咁，係咪咁樣嘅咧？其實 Veronica 做過嘅工種都唔即係作為機構啊，都其實好吸引嘅。對於好多人嚟講，即係做過幾間嘅跨國銀行啦，咁啊又做過美資保險公司嘅 management trainee 啦，最後竟然又翻嚟 CareER 度做喎，即係嗱 Water 就自己有個心願我要達成，咁你有咩事要翻轉頭呢？因為咧始終去到最尾嘅賣個小廣告就係 CareER 都係一個好專業嘅人力嘅獵頭，因為我諗佢都好了解我，其實真係對社會嘅影響力啊貢獻都係我自己比較關注嘅部分啦。咁當然 Water 又叫我翻嚟幫手，但係其實我都真係諗緊當時我做緊嘅嗰個微資公司啊，唔同嘅經歷其實都好共融，都會令到我反思其實係咪我其他嘅師弟師妹其實佢哋都係咁樣嘅經歷呢。我自己都好想將自己當中參與一啲義工服務啊、僱員資源嘅小組呢一啲嘅經歷呢，其實係會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公司都加入呢個傷健共融之路啦。咁喺即係 Water 嘅邀請啦，對我嘅信任嘅情況下呢，我就即係翻嚟去到幫手去加入呢一個企業培訓企劃嘅團隊啦。咁其實咧最初翻轉頭嘅時候，咦你又有一個心理關口要過，當時咩事？你 suppose 應該係即係已經做過咁多間唔同嘅機構，應該好有自信噶啦。突然間喺嗰下你又縮翻轉頭喎。我都以為我好有自信，但係咧點知原來當我可能嗰陣時去到本身原來工作嘅對口，可能都係一啲同級啊、其他部門啊、其他公司差唔多嘅時候，當我加入 CareER，我發現原來致電我電郵嘅人呢，其實佢哋嘅職級啦、署名啦，全部都可能係一啲大嘅總經理啊，可能係部門嘅主管啊，甚至係人力資源，其實成個部門呢都係喺佢嘅管轄嘅範圍嘅時候，我就發現嗰種唔配得感、嗰種唔自信呢，就浮現咗出嚟啊！即係誇張到可能係區域總經理啊嗰啲咁樣。係啊，我要去諗一諗亞太區嘅總經理啊！我打個電郵之前，可能要睇3次，或者去問下老闆究竟你覺得點樣睇啊？呢個答法咁樣嚇，咁你解做得非常之好，每一次都話得 send 出去得噶啦。
嚇，咁你點樣提升翻你嘅自信呢？我諗呢個都經歷咗可能1年半嘅過程啦。咁其實後嚟我認識呢一啲嘅對口多啲，我哋呢啲合作嘅伙伴之後，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個好好嘅心願呢，都係好想推動即係平等共融。有機會係可能佢哋自己裏面嘅家人其實有唔同嘅特殊學習需要啦，佢哋身邊嘅親人啦、朋友啦，一啲生命嘅經歷啦，咁啊讓到我發現其實喺職級以下，大家都係平等，大家都係對呢個議題關心。咁我只要能夠盡我嘅能力去揾多啲社會嘅資源，能夠幫到佢哋，其實就足夠。咁就讓到我嗰種本身自己太自我覺察，究竟係咪做得好唔好啊？呢個部分可以將個枷鎖抽翻出嚟，去到專注翻，去到點樣幫佢哋呢一件事上面。係思文，其實呢，你咁緊張啦嚇，係咪驚住自己做得唔好，又會影響啲求職者咁樣啊？係啊，比起我覺得自己係咪自己做得好，他人點樣睇我，我更加關心嘅係會唔會我呢個嘅回覆，呢一個嘅合作，其實能唔能夠為我哋一班會員帶嚟更加多嘅機會？因為我哋可能舉個例子，有陣時都會揾到一啲唔同業務嘅公司，有陣時有樂園嘅，有零售嘅，有一啲時尚嘅，其實呢能夠為到我哋嘅會員帶嚟唔同嘅一啲就業經歷同埋就業嘅體驗，所以對我嚟講，我都會好緊張、好上心呢一啲嘅協助。嗱，咁大家一路講緊就可能會覺得，KIER 嘅企業客戶似乎都係啲大嘅國際性嘅公司啦，係咪其實近年都開始有啲本地公司加入咗你哋嘅客戶群呢？嚇，Walter。冇錯，其實我哋見到而家嗰個經濟嘅結構亦都有所轉化啦。咁其實呢，當然其實本身喺跨國企業裏面嘅公司嘅諗法呢，或者態度呢，對於共融上高呢係比較支持多啲嘅。咁但係我見到呢，其實慢慢個思潮呢，其實係令到本地嘅企業呢都越嚟越願意去開放去聘請。咁同埋一方面呢，我哋見到有幾個情況嘅就係。畢竟其實佢哋預嘅顧客啦，可能係社會老年化，其實係可能嚟緊會超過1/3嘅人口呢，其實可能都會面對緊唔同嘅身體同埋心理狀況。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社會事件，令到原來我哋去冇着意到一啲共融呢，其實係真係會令到可能係同生意會有受影響嘅。咁我哋慢慢就同一啲可能係本地嘅，可能係綜合集團啦，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物業啊，或者係商場啊，一啲嘅企業啊、地產公司啊，其實都多咗好多合作。咁我哋見到近年呢，都真係有，例如可能地產業啦、工程業啦。可能係物業管理啦，或者係一啲嘅本地嘅零售銀行啦，其實都開始去考慮聘請殘疾人士，甚至係確保佢哋嘅線上同埋線下嘅顧客咧都能夠無障礙咁樣使用到佢哋嘅服務咯。即係所以其實聘用咗呢班朋友嘅話，對於佢哋嘅生意，對於佢哋面對唔同嘅客戶群，其實係有一個好直接嘅幫助。絕對係啊！其實喺一啲國際同埋本地嘅一啲嘅研究都指出啦，其實係擁抱共融啦，令到係對於殘疾人士共融嘅一個企業嘅話呢，其實佢哋嘅生意呢係會比起同業呢係真係有絕對性嘅競爭優勢啦，同埋佢哋嘅盈利呢係真係比人哋好嘅。咁呢一方面呢，其實喺一啲嘅顧問研究裏面呢，其實真係已經係有實證去話到俾大家聽。嗱，你哋呢就已經係經營咗成10年咁耐㗎啦，咁都幫咗好多殘疾人士就業㗎啦。咁其實有啲咩竅門嘅呢？冇錯，咁其實呢，我哋呢幾年裏面呢，其實我哋有幾個好重要嘅開心想同大家分享呢，就係我哋嘅人才寶庫呢已經係去到超過1300嘅大專學歷嘅殘疾人士喺我哋嘅個人才庫裏面啦。其實已經係香港最大嘅一個人才寶庫。咁我哋基本上已經同緊超過400間嘅僱主啦，咁樣大部分對於呢個議題有興趣嘅僱主，其實都會同我哋合作。咁我哋都睇到呢，其實我哋有幾個竅門好重要嘅。第一部分呢，就係我哋堅持，我哋雖然做一個專業嘅獵頭同埋呢一個人力資源嘅一個工作配對，我哋係絕不會向僱主同埋我哋嘅求職者係收費，因為呢一方面呢，我哋係會睇住我哋如果我哋唔收費啦，籌款去就住一啲嘅慈善信託去支援我哋呢一方面嘅工作呢，我哋能夠俾到最真實嘅事業
或者係事業發展嘅一啲建議呢，俾我哋求職者。咁我哋都可以話到俾企業聽呢，我哋好老實嘅，你俾個職位我，其實我有人啱配對俾你，我就會配對俾你。唔啱嘅話呢，我都會話俾你聽。呢刻呢未必就到，可能我哋同學仔嘅畢業時間，佢哋嘅就業嘅興趣，我哋可以好直接咁樣提供一啲嘅顧問嘅服務，人力資源顧問嘅服務俾到僱主。咁所以喺呢一部分呢，我哋都第二樣嘢呢，頭先都有賣個關子，就係我哋一個竅門呢，就係我哋都好多謝每一個嘅我哋嘅學兄學長啦，我哋嘅一班大專學歷嘅殘疾人士，佢哋喺個職場裏面去發揮到，其實我哋就算 KER 講幾多嘢都冇用嘅。咁所以我哋真係見到，例如可能你見到我哋好多跨國企業，因為我哋好多可能視障、聽障、肢體傷殘有自閉症譜系嘅，都入到去大企業裏面做完之後，咦？佢哋真係先鋒係 O K 嘅，一班先鋒 O K 嘅。其實所以我哋都話，就算而家先鋒 O K 咗，我哋要保持住嗰個嘅即係一代一代咁嘅傳承啦。我哋同而家嘅會員都講就係話，你哋除咗為自己之外，其實你哋呢入到職場裏面呢，係開拓緊你嘅師弟師妹嘅新嘅經驗。所以呢，我哋見到都有啲其他嘅朋友而家入到去一啲本地嘅企業裏面，都叫佢哋做 I T 做得非常之好，做一啲嘅資訊科技啦、網絡安全啦，都做得好好。佢哋而家願意多咗聘請一啲嘅自閉症譜系嘅朋友走入去，可能係做網絡安全嘅工作。其實呢個係一步一腳印，係前人行出嚟嘅。我知道竅門上嗰亦都 Veronica 都有啲補充嘅呢一方面。係啊，呢個位我哋都真係有一啲嘅堅持㗎。我哋覺得，即係我哋覺得無論對會員而言啦，對僱主而言啦，我哋都會需要提供一啲公開透明嘅資訊，講緊佢哋一啲嘅殘疾嘅情況啊，例如公司環境嘅情況。我哋希望俾到雙方都有一個信心啦。而我哋真係堅持只為僱主做最適合嘅配對。因為我哋都好希望睇長線，希望僱主第一次聘請有一個良好嘅經驗，會持續開放更加多嘅經驗。而第三點就係我哋其實個會員呢都會不斷嘅進步啦。佢哋未必第一次面試其實就成功，咁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呢一次嘅經驗裏面，其實你攞到啲乜嘢嘅反饋，你覺得下一次可以再進步嘅點係乜嘢，或者你一個實習俾你嘅啟示，其實下一次你嚟緊成個職途嘅計劃係點樣啊？咁呢啲我哋喺 KER 裏面嘅會員團隊嘅服務都有好多嘅心機擺咗落去幫助我哋無論係學生嘅進步，同埋我哋僱主就係我哋呢邊做一啲嘅訓練支援去到跟進等等。嗱，咁我係僱主啦，咁我想請人啦，咁揾招聘公司呢就收我好多錢喎，咁揾你哋呢又唔收錢喎，咁你哋點樣營運落去呢？咁其實我哋其實係我哋冇政府嘅資助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好唔容易呢去平衡緊例如係我哋會希望多啲商界能夠贊助我哋啦，一啲家族基金會啦、慈善嘅信託啦，其實係得到佢哋嘅支援啦。咁所以我哋其實係用一個好多唔同嘅，希望社會各界能夠關注傷健共融就業上高呢，會支持我哋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呢，其實我哋都一路去為住一班大專學歷嘅殘疾人士一齊去工作嘅同時呢，其實我哋呢都一路呢，其實係要令到我哋嘅服務呢係精益求精嘅。咁所以呢，其實我哋一路下一步，我哋好希望嘅一個工作呢，就係喺商界裏面，喺縱向啦，就係希望我哋每一日，其實我哋都會做好多嘅研究。我哋真係會同一啲嘅學者研究，而家例如可能今年啦，好多嘅企業咧就問我哋點樣可以無障礙咁樣去接待佢哋顧客啦。例如上年呢，就係點樣可以去評核佢哋嘅嗰個無障礙嘅人力資源招聘嘅程序，可以令到佢哋帶到一啲多元人才入嚟公司。其實我哋每一次呢，都係用一啲本地嘅學者、跨國嘅一啲嘅文獻去支援翻我哋，然後呢將佢本地化，然後教育分享翻俾我哋嘅呢啲企業夥伴。呢個就係縱向想做深呢件事。咁做闊嘅話呢，其實我哋慢慢呢，其實由我哋頭先所講啦，傷健共融指數有35條問題，有8個範疇。我哋而家甚至係加多一個範疇，變到第9個範疇啦，去到40條問題。其實呢啲呢，都係不斷係睇緊呢啲國際間嘅最新嘅思潮帶翻嚟香港。咁我哋嚟緊呢，亦都會做一啲呢，係為住本地企業而設嘅一啲，可能令到佢哋感受到乜嘢係傷健共融呢？可能係一個簡易版，等佢哋慢慢去教育佢哋，可能係少啲題目啦，或者係我哋會用一啲嘅數據嘅分析。其實傷健共融就業其實最關鍵其實係邊10個或者係15條嘅問題呢，去最有影響。咁我哋就希望呢會
投放多啲資源喺知識型上高呢，去再做多啲。喂，但係我好想問下喎，你又要招呼咁多嘅企業客戶啦，又要招呼你哋嗰咁多嘅校友啦，或者你哋人財富嘅成員啦，應該咁講。咁跟住你仲要話我又要縱向，我要加深研究，哇！即係闊啲呢，我又要再攞多啲國際嘅。你嗰 team 有幾多人啊？請問？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勤力嘅團隊呢，即係好有心、好有力嘅團隊，係得15個嘅全職嘅員工啦，當中係一半嘅同事其實都係有唔同嘅身體狀況同心理狀況嘅一啲 SEN 同埋殘疾嘅有心人一齊去做好呢件事。咁所以我諗，咁係咪要成日 OT 啊？呢個呢就高效靈活工作，高效靈活工作，我哋好彈性上班啊。總之係大家呢係都有用一個高效嘅方法，所以我哋其實都用好多嘅資訊科技幫我哋自己，可能喺公司裏面又做到嘢啦，翻到屋企又做到嘢啦。咁但係當然都係嘅，工時多啦，真係真嘅。所以呢，我哋都好希望大家好尊重我哋班嘅 KEL 嘅同事啦，同埋亦都呢好希望大家呢係能夠參與我哋呢個嘅比較獨特啲嘅啲工作咯。嗱咁啊，原本都仲想問埋呢10年有咩起起跌跌啊？時間關係冇問到啦。咁但係即係嚟緊都差唔多，即係要慶祝10週年嘅活動咯。咁有啲咩嘅計劃咧？係喺慶祝方面。嗱，當然啦，我哋即係經歷咗咁多起跌啦，即係未必能夠講到咁多 details。但係呢，我哋覺得最重要就係，哇！我哋見到啲乜嘢開心嘅嘢呢，就要呢一刻呢，即係立時呢，就要去慶祝啦。咁我當然啦，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大家一齊食出翻餐好噶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呢，我哋啲咩嘅新計劃呢？就係我都發現呢，其實疫情之後呢，一班嘅大專學歷、大專在學同埋畢業嘅年輕人呢，其實呢，我哋喺即係由19年去到2022年嘅時候呢，其實係錯失咗好多嘅一啲可能社交啦嘅體驗啦，接觸到市場嘅脈搏嘅嘢咧。又嚟呢個即係考試啦，1分鐘時間。冇問題。咁係啦，咁其實呢，我哋嚟緊呢係需要再加強支援我哋一班嘅大專學歷殘疾人士嘅訓練啦，入到去職場嘅裏面。咁但係呢，我知道大家都會想知道呢 KEL 如果想聯絡我哋嘅話，要點樣去揾我哋呢？我哋 KEL 個名呢係同事業個名 career 一樣嘅，咁就可以去我哋嘅 www.career.org.hk 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咁所以呢，有興趣嘅朋友啦，即係無論你係企業嘅老闆啦，定係即係有需要嘅，即係有就業需要嘅殘疾人士嘅朋友呢，都可以去即係揾 KEL 幫忙嘅。咁啊，亦都真係希望即係可以繼續做落去啦。即係雖然話各方嘅籌款其實有啲時間都幾艱難啊，即係因為有經濟嘅形勢。不過呢，即係其實嗰個籌款亦都帶嚟咗一定嘅獨立性俾機構，咁所以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好公平、好公正嘅一個即係就業嘅服務。咁所以呢，喺度都即係點講呢？恭喜你哋有10週年啦！希望下次20週年、30週年啊，繼續長做長有。雖然 Walter 可能話我要退休啦。唔該晒兩位嘅分享，多謝晒，Thank you。